其實來甲恁做咱介紹這款寧波特產嘅年糕餅，你睇這個糯蛋，你糯樣口味吼，這個做個薑兩五個味，這個做椒鹽味吼，來了一檔這啥事白5曲，你只16元硬定，你嚟買糯蛋去嚟做鏡片吼，你睇一個包裝啊做密封，甲我掏出來，可能睇下，這個來這又酥又香，非常間好食噶，個味真係香噶吼，這啥你睇。OK 啊，包個出來可能睇下，你睇，差唔多啦，哇，睇到啦，個色真係非常靚吼，嚟，真係你睇咯，吼，伊全部成一個大米去做噶，酥香，非常好食，真係香噶，啊個薑兩個味非常好。咁咱只要食出去頭頂，你就人有啥去食用。來了這款物啊吼，大人甲小朋友驚學喜歡食，甲迄個味香味啊吼，非常加濃啊，來，那強香。另外個現做現發個，熱氣非常加新鮮。來了個大米去做，甲你放心做能袂去食。了啦，啊是食袂了吼，只個看一碗啊做好個看過半，伊煞袂去食。來，你話強人能愛無啊吼，袂當伊口味去食。下來做來，試推20樣好食，二來買糯蛋做，比較有花生。